家家有好食，马莎国家女主席，我係七十味，我係羅英英。我細細時節啦，當好國家，當好去同開木卡，唔點樣買？我啲，你啲要買？是東西。國家呢件事情，我知道當神奇，因為總會感覺撇灑不開東西最好食。係啊，平時間不下嘅下下好食。係啊，我就想講，今日要按好嘅食品，按好嘅廚房，一定要搶到最好、最強嘅做出來做東西，還有請到最好嘅食材。有看到了？那今日前面出嘅雞，你記得係乜雞毛？黃頭，黃頭即係做乜嘅？我啲哦，就係特招先去找嘅時節，就等於當時講嘅是頭年，韓國啊，你客家人炒肉嘅時節啦，又會加你係豆腐乾。豆腐乾，係，還有豆腐啊，韓國是甜嘅豆腐花。豆腐花還有冇？我想看啊。唔笑，我講，今邊我就搶到了邊豆腐職人，好好嚟做好食嘅黃豆料理，容易講黃豆有乜個好處，好冇？歡迎羅英爺，英爺姐。歡迎，你好，各位好。哇，英姐好。哎呦，來國家有乜按功夫呢？帶啲乜嘅？水我不卡沒有水啊！哎呦，我是知道這位你剛剛講到暗號，它那個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我先來搶一試呀，海水嘅蔬果水。哦，海水哦，海水嘅蔬果水。海水唔就鹹鹹。係啊，你試試看咧。好嚟，試看啦哈。哎呦，唔但香鹹鹹，還有果香。係。哦，你係乜嘅水啊？先講啊，你歡喜什麼？歡喜當好。好什麼？好食。好，我係做豆腐嘅。所以呢，我用海水咧做豆腐。做豆腐呢，要豆腐頭，豆腐頭咧做了檸檬啊、水果嘅皮料。豆腐嘅海水表也滴落去，本意是按照綠花梅、梨子，故所用烏梅用砂膏做豆腐。仲有係基本嘢嚟。搶伊帶到最好嘅食材，要安排做豆腐，你用呢條食材嚟做好食嘅料理，感覺咁樣。當好啊！鐵頭菜煮，你乜嘅？梅乾豆皮卷。梅乾豆皮卷，馬上來做咯！看到冇？按嫩按醬嘅豆腐搶唔用㗎。燕姐，你係唔做嘅豆腐哦？係啊，你看到老一般嘅砂膏嘅豆腐，拍嫩，係，還冇窮藥。唔係噴，食你喺哪啲？根本你用豆腐個豆腐皮個啲三台嘅泰菜，呢啲就係呢啲乜嘅按照三台嘅泰菜。乜三台嘅泰菜啊？我係過三代同堂，哦，三台泰菜。客家人做咧是呀嘅鹹菜乾。鹹菜乾用乜嚟嘅？你知道呢？最先啊，一定係泰菜，天紅醬嘅泰菜，啱嚟聽。所以泰菜，所以滷醃，差唔多1禮拜，一個禮拜，細時間你塔咩？要用腳塔，塔1禮拜，滷1禮拜就變咯。鹹菜，你做鹹菜仲要湯啊？你看到嘅牆有啲牆，有啲牆係也暗光哦，牆黃黃嘅做鹹菜，鹹菜過嚟咧。鹹菜撈起來啊，去洗熱頭，洗熱頭就變到泡菜。哦，知道乾係點喺度嘅？泡菜炒嘅就知道乾啦，就泡菜。啲啊，係啊。唔係當然唔係啊，泡菜下椒嚟洗，หั่下炒，打一幾打起來，將佢按呢烏兩葉嘅按到，兩就係鹹菜乾。你愛當鹹，但是呢當香。後生人醬嘅泰記菜，看到新鮮又有力啊！老人家常嘅梅乾菜，但是呢清香哦，有味道，所以我們有我們的味道哦，然後年輕有年輕的，yes，
用我要写母亲像月亮。好，按你俩开始，我来做豆腐嘞哈。首先呢，按你介绍了解。好，材料高丽菜，你下当到高丽菜，用多的时间你就在落去烫烫的。好，来，先切哈。放先开落去，放先开来。高丽菜先烫。哦，高丽菜。高丽菜先烫。哦，水滚的几只嘅落去。几只哦。根本你按到你爱食啦，你莫按小气。这回来，豆腐切开来。要几多？一点嘞，好辣嘞。按你做的哈。对。好了。好，一点放好。好，来。豉油吧。好。哎呦，你一半一滴嘞就好。按你做的哈。对。那边讲，你个豆腐有温度吗？有，你按生，你看到吗？温度的。哎，好嘞，你啊做点哈。做得嘞，按你先两个，等下哈做配用啊。来，然后这位按你豉油吧，人美锅子又美，多一点点，好，多一点点。对，然后这位一开始切一点香菇，按辣吗？拿嘞，香菇爱切，香菇爱切。你上个样板切，你初时呢，你莫爱，根本你要爆豆皮卷嘛，古时候呢切幼幼，冇要紧好。做得嘞，5时2叉，哎呀，要加咱们架势十足呢，好，放落去。哇，这厨师执照没那改。哎呦，做得嘞，做得拿嘞，然后要那个做得咸菜干，准备听一下。你连这个切好香菇咧，做嘛个？哦，开始来煸香菇，煸香，银光，哎，两面煸。玻璃菜先是先煮哈。哎，记得它有爆嘛，哦，不说，你啊底部煸去改片去烫的高丽菜，改细细嘞，改啲啲红萝卜，切细细来皮色啦，吃盐就好嘞。好，一啲咧皮色，皮色放下去。今比讲要高丽菜错吗？係啊，高麗菜洗乾嘅。好，你啊煸油為好啦，讓它撞定你啊高麗菜哈。所以等下煸起來，有香味出來咯。對，有香味了哈。你係乜嘅？你係鹹菜烏酥酥嘅鹹菜乾，講試試咯。同大家看到嘅鹹菜乾有冇同樣咯？有，然後阿婆嘅5年嘅1年。香味冇同樣，某一天係酒，怎麼越陳越香哦？你知嘛？你哋啊，很多乜嘅鹹菜乾，你做得越陳越香。看，要1年甜甜嘅呀，1年，要5年嘅呀，1年甜甜，要5年。我說，您同樣越資深。越有味道，所以表示些落去，火糖太了，火糖太細絲咧，細一點哦，細絲，小點，好，差唔多一邊啲袋2張蒜，按住做得咧，等下我來爆的是，好嘿。好，接下來呢？也係我哋火卡先裝好嘅，因為攝影棚按叫嘅煮到幾點鐘，就說我先煮好啦。好，一啲啲嘅水，周圍表啲啲嘅水，一啲啲咧，所以你要火卡先裝好嘅，就係嘅鹹菜乾，韓國乜嘅東西用下先炒過。高麗菜乾香菇，先炒過咧。安尼炒魚香嗎？就是順序還蠻清楚。係，安愛豆腐咧。來，安愛家下切好嘅，雞地奶切好啊，唔怕。你一地，唔怕，哎呦，豆腐最重要嘅嚇，哎呦，用薄嘅，你看安尼用海水做嘅豆腐。完全唔會，完全平平，石膏做嘅就平平，安尼太做菜也是種藝術，對，有陣時皮嘛該色，燜米頭邊嘛該用誒，自家決定。不要啲啲咧，你係咪㗎？頭油哦，不用啲頭油，你會太鹹冇眼睛。唔係，冇咁強多啊，買嘅東西就一些些表，甜多了。好呀，好來，盤呢準備呀，盤呢準備來，哎呦，來，料就差唔多炒好嘅哈，炒料係要爆嘅哈，爆嘅，好，撒下來咧，呢個夾嘅高麗菜，好嗎？
丽菜，高丽菜好哦，嘞。生意，哦，真的呢，妈妈手都不用怕。是做木姜鸡，好，该的。哎，讲正經咧，係，台灣呢個玻璃菜真係當甜，當好食。兩條好嘞。哦，兩地煮好。對，好，出嚟火嘴罐頭咧。好。哎，佢按愛食玻璃菜煮保涼皮哦。係喲，因為而係露營啊，你冇做到首先啦，那兩個喱菜，打開來，從兩木綠豆，從硬從來。安樣打開來，安做位啊，然後就pan嚟裝起來，留得安不要炒，莫打上哈，來，根本呢係個頭皮嘛，所以呢頭皮打開來，一碟嗦一些頭油落去，所以你頭油，冷了不用冷了，不用冷誒，媽媽全部用熟嘅啦，所以熟一定要細長了，揀落去，包上先揀起來。高麗菜呀，你糖果樣包起來，也包起來，樣簡單哈。哦，你咪咁好呢？係呀，好。英英來包一隻。你要吃一隻冇喏？好啊。來吃一隻，你出現少啲。好，你吃一隻。我裝俾你裝。你啱按頭呢？好，挑油。調到佢就會香。好，來，英英啊。你什麼人講？按你當中，婆婆在教媳婦。你來，好，來，先爆頭皮嘛，建起來啊！鉗掌為有啊，緊實哦，緊實，對，緊實，什麼運動是要緊實哦，掌為胖，好，建起來，這個緊實了，好，高麗菜包起來左邊。左邊，右邊。哦，你有一點像我們在做壽司或是春卷的感覺。對，所以你這裡面潤餅。你不愛想到哦，係講我不下聲音未做得到去教下來，親子一起做。好，聲音說哦，聲音哦，哦。哎呀，你看，英英，都簡單。看哈，看，真緊呢，全部裝好嘞，一盤，安尼。哦，不用上去。對，好，揚上來。哎，用煮飯先咧。忙啊，當然忙啊，太忙哦。開火落去，準備加油，啲油落去。你係冇實在嘅，做得煸一啲嘅蒜頭。哦，煸蒜頭。咪做得煸一啲咧。高麗菜乾，哈，還有乜嘅？再啲啲調味，等下開始，你整好嘅，哦，整好嘅。菜乾，來拿嚟，好，全部下，來，公愛，水，你要加啲水。好，安尼，按樣去。好，加起來。好。其實我當上係啲啱水去咧，到底係乜嘅？我沒當上係先。看原來當從當鹹嘅。安尼出水不用下去。呀，加下你煎好嘅煎。係。好。煎好嘅煎咧，不用幾百度。係講你冇用兩隻觸電，啱不用下去。散啦。哦。繼續要抹上來。你煎起來固定住。一卷一卷的，面筋其實吼，你包好了，其實算是熟的料，你知道嗎？全部熟，所以你只要注意下，你喜歡吃脆脆的，冇按落嘅，調上你的口味，冇按落嘅，燜一下就好。你像愛資深美女啊，開始，牙口不好，那就要煮到落。你差唔多要滾幾久咧？然後可能佢變身你就軟，變身呀。你裝嘅都會直接用透明嘅玻璃蓋來破，透明嘅玻璃蓋。看你有冇個結合咧？你看，經過個暗漿嘅玻璃蓋，你看有暗漿水是看得到顏色，又看得到佢地位個煮糟嘅麼？哦。你看，好了哈。好，兩下打開嚟看。哇，有香味咧。有香味。韓國。外面，變面我食。哦，真係唔驚食哦。唔會啦，姜麥雞。故說講，你下嚟嘅醬汁底部度嘅嘅鹹菜米絲煮，吃到這個菜卷裡面。對。好，嚟差唔多嘅。差唔多好了。好，來。熄火。好。
好，记记看，牙签安尼装下冲掉，好，听起来就好个啊。哦，安尼摆起来要动酱，你迄呛人客啊，嘛掠到你要动好看吼。色香味俱全。所以那个鼓手你看，人家节目做的一好诶，먹个又好用，做出来食物又正。你下，你像你睇台盘嘛，台盘麻烦你个台芥菜嘅发来，来，我有煎好诶，哦，你煎好啊，过来啊，这位像你那是错嘅啦，煎好咧，煎好诶哈，来。香菜咧，用一地上去，好，你个台菜花用一类上去，给这位哥哥，你做的安尼家下煮好嘅，因为个阿婆的食量，你将落落嘅东西从底咧倒出来，看係乜嘅樣相。唔看啊，你也知吼，正經當有心，就想講人後生人愛食，現在沒有老人家愛食，高價鄉下來食，要煮這個你喺麥嘅食用嘅，你係煮1點鐘。也係焗3點鐘，哇！所以3點鐘，天天咧焗3點鐘就安樣。哦，所以你係煮3點鐘之後嘅食，也係安尼兩下1點鐘。哦，後生嘅是兩醬嘅1點鐘嘅梅乾豆皮卷，還有呢？安尼資深美女係嗎？都比攝影大哥香甜嘅，是兩3碗飯嘅，就講兩梅乾豆皮卷。鄉下來食呢道梅乾豆皮卷。开始，快放出来爽鱼喂哈！马上用油去煎，煎完呢，哇！哦，看也是当好食嘞。干饼落去，然后干皮嘛，干皮没落去，全部有汤，加热预热它就会融。煮差不多10到15分钟，只要煮融了，就可以了。皮豆哎，很香哦。那没想到豆腐老干饼这么的搭，味道很配耶。哇！你演技来，哎，你建议要成什么嘅？你後生呢就食啲下醬嘅下脆嘅，好。你嘛係後生呢就食啲口感下脆口，還有對，啊愛呢滋生，所以愛就牙口不好，愛就食牙好口感。你先食。好。有咩？你已經係咁講，唔敢講而煮下煮的，其實啊，外面脆脆的，裡面是軟的，然後 Q 的，再加上剛加 N 色到嘅鹹菜乾，係，加上鹹菜乾啦，跳出嚟唔知硬皮呢，當然係，偏唔偏食解好？真嘅，我哋食埋，你講。香港嘅挑戦健姜哦，因為太鹹，因為你今日養生嘛，而且講我食起來，可能係你係菜嘅食材如何，所以我食起來係甜甜嘅。哦，菜一甜，哦，還有來食，唔講，目下係有生人嘅啊，喺老人家食了，你啊滾個3點鐘嘅，係，它味道就不一樣了，好，來，用梅什麼形容咧？好好吃哦！豆干豆皮會變有豆干的香味，因為我把個玻璃出來清甜哈，它更甜了，它融入到那個豆皮裡面。古手講嘞，我們的豆腐西施剛剛煮了這麼好吃的菜之後，撒落去煮乜雞嘞？我是用你客家人最好嘅佛笑感，讓你做，你對乜嘅東西？等下你食落就啲。干餅豆腐，干餅豆腐，讓你分享。
啊，燕子准备好的吼，干扁豆腐。干别，看越动像动小东西。看起来有点空虚是啊，挑会听爱嘛。简单的东西冇看见样，全部学问。根本呢个干扁係掠，哦，你喺乜嘅？副手干來副手煎，煎過嘅干扁，用乜煎呢？加麥芽、加湯，一煮一煲一煮，你是識看嘅。煙煙嘛愛，你是識看嘅。佢安尼時候，我哋你要做啲止咳化痰，唱嘛係然後啊，唱歌會，係是。止咳化痰不是陳皮嗎？陳皮來。來咧，你冇去買，你冇去買嘅冇貴嘅嗬，冇貴嘅食品行嘅陳皮，切架做陳皮，他講你用半走，上強，我有想去食條乾皮，你係乾咩皮哦？乾皮就冇打爽，湯去炒湯，不用啲薑嘛，去炒好嘅，就做泡茶，就做安尼食。這個班可以，這個班可以。滑上去有沒有？真的，馬上歌劇來，聖德路奇呀。哦，很好。所以你係乾皮，乾咩皮？係。今日看到你啊，有係乜嘅喏？你強樣係乾皮，你係煎過湯嘅乾皮，你係冇煎湯嘅乾皮。冇煎湯嘅。冇煎湯啊，就是沒有跟糖一起炒的，生的，所以又是老中青三代，又是老中青，所以我們都希望我們都是一家和樂，全家一起來，所以來，好來開始，來了，英英麻煩你快火，快火出來爽油嘅哈，嘿，馬上用油去煎，好來，好。油鑊，你嘅油鑊係冇下燒啊，你一全部醃。如果你係煎豆腐嘅時間啦，你係姜基為醃，而家豆腐就剩下啲咧醃落去，醃，細嘅醃，用你切嘅細醃過程當中嘅沿路咧做豆腐，做出來豆腐呢，因為要3個醃嘅時間啦，你看，安尼裝些落去，基礎下唔會切角。好，食到安尼冇軟嘅話，你做浸鹽水啊，做得浸鹽水，係，對，像兩個，係安尼就鹹味。浸鹽水那落去煎嘅先會皮薄薄，所以你嘅浸鹽水嘅時間，先到豆腐拿出來乾燥的時間，安尼，很爽，對，安尼，這樣子。按煎魚嘅豆腐咩當好食？對，還有，我咪做得當肉芽煎豆腐。好，落嚟啊！來。哇，談到你上邊邊波波啊，就吃到你豆腐當好食。兩個，你建議自家啲冇會煮食啦，唔該全部下係咪煮食？當然會啊，我係先生，我係成日會品裝那些，跟我我會煮出甜兩種咧，根本你露營貴你啦，甜咧我轉移哦，是豆腐混醃，是真的是的哦，豆呢就是黑，你看煎到安尼，哇，擦有啲擦咧，凍醬誒。可以是當好食的咧，超過1分半來。好，你看，煎安樣哈，安尼，變色，全部變安尼光光，大家煎的面，全部煎，兩片啦，面冇適當油啦，對，安就會啊，差唔多了，變色了，然後就起爆了，熄火。好，建議燕子建議1日差唔多做幾道豆腐啊？4磅定啦，4磅，因為我全部。難怪建議同我講，誒。所以個我去買都買唔到。當然啦，因為你冇預約呀。哦，預約。我哋都全部用預約。對。冇按樣講，我係全部用手做手，就手工手工冇用小破機。冇搶到線上來係選到啲嘅真嘅。是因為你今日讓我預約，我就會做啦。哎呦，所以我哋係入私心嘅。今日能咪接都預約唔來好嘅啦。安尼講好啊，今日就特別就嚟做豆腐，今日吼，節目全部講豆腐大餐。哦，我就諗是乾餅，你剛才講嘅乾餅，煎過麥芽嘅乾餅，你以為要湯了，你就讓佢切咧，都按太地，按太地不容易入口，所以你把它切細細的。剛才你講，你要遵從聲音咧，個太媽固地卡上卡下吼，冇看，韓國呢？按衝本啦，一下都不睇你啊！所以就係發動到時間。所以你就係攏講係咩動聰明，攏係切好嘅。係啊，
然后一剁赞啊，安排啊，好，一剁赞。哎，切好嘞，切好嘅落去开火，好已经开火，这对。量差不多10几度嘞。我跟你讲哦，嘿你客家人就冇捌嘅啦，嘿熟嘅唔驚人食，又来了，唔哎，讲有唔了驚人食，我一剁就加一剁，哦冇記得冇強天添。赋按太哎先讓你選唔睇手工你食唔太食唔啦？好，等下你係乾餅落去，你係乾皮嘛，乾皮落去你全部有湯，加熱預熱它就會溶啊。即講我不下魔法圖。季節不對啊，不過我還係想的是添加的東西，那用辦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這個乾的做對做對，你比如講，你睇有桂花，8月桂花醬時，你只會煮一個桂花醬，用一個麥芽糖也可以煮桂花醬落去，好，不用滴水。愛滴嘞，好，像啊，很甜的時節，剛好是咧草莓。草莓做得草莓總得叫為酸，豆腐冇要加酸嘅。一滴滴的頭油，所以呢個剛才我想得到嘅只有那個金桔醬誒，金桔醬未做得錯，金桔咧未做得好，兩下係乾餅，其實桂花全部做得，只有冇有蒜米嘅。柚子醬做得柚子醬可以，但是量不能多，因為它會有酸。煮差不多10到15分鐘，只要煮溶了。就可以了。因為啊，因提講麥芽糖啊，有時煮踢球係冇去辣嘅，反而會燒焦。會燒焦掉黃嘅。那批到誒，很香哦。董秋果醬有冇？外面塗面，我要麵包。好，他在線上哦，隨上網嚟講，用一年都是豆腐做得乾皮，你看看係哪看得乾皮？安尼做好誒嚇，唔是這個加油落鹽冇，有透油。有點透油，但是安尼豆腐啊，咪有鹽滷過嘛？有鹽滷過誒。滷過誒，好。鹽滷。你煮安樣？用到蛋杯。對，慢哦，然後。要吃到係燒氣嘅喎。好久。好。你還乾梅皮。乾梅皮，有時候吃一點生鮮的東西，讓你知道食物的美味原來是怎樣的味道。還有我們這幾年都強調就是食物我們要吃原食。對。譬如講，如果要吃，對，能吃肉就盡量不要多吃一些化學的食品或者是加工過的食品。平常你有看過芹菜飯嗎？芹菜飯露體咧，同樣那是做的是係兩你就唔了解了。做批料吧。走批了，對呀，傳宗接代，講係叫政府。但是呢，根本呢，我們就吃一吃，它要傳宗接代，自千改。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芹菜花本人？來，剪刀整皮，小小的一朵，小小的一朵。因為所有的裝飾，它都要是可食的。是。像你要不葉走的正，它有那個月桃、月桂葉、月桃葉。好，換茵茵來，你走誰類嘅？好，我來走。哎呦，你按過呢？按壓好多了，馬上縮小啊！來，有沒有秀氣？像你一樣秀氣的，對，這是茵茵今天裝飾的。我怎麼感覺是你們婆媳兩個？好啦，橘皮。我感覺我是好幸福的媳婦。哎，橘皮芹菜花。好，按好看，感覺應該會當好食。兩套按到乜雞咧？乾餅煎豆腐，乾餅煎豆腐，這個回事嘍。黄椒，要配牛番茄，红黄绿白黑，每天都要一点点，酸甜苦辣咸，每天也要来上一碗。太可苦了，哈哈！是田里的牛肉，加上鸡舍里的蛋白质，真的。猫咪没想到月圆姐的豆腐跑到西班牙去，真的。差点当不赢。哦，菜得去，俺最爱吃鸡，上音最好。可以了，就等我快一天等我。
哇，来，看下来那眼睛。好嘛，你这先个谢，按你按下谢去，先爱豆腐。客家好，来，先爱做嘅豆来腐，放空下哈。放空下。客家式的下午茶。哎，你使的一盒豆腐剪开来，剪开了。。对，配一点点的个干饼。嗯。因为你剪的恰，所以你剪开来的时间要稍微用点力。那没想到豆腐老干饼这么的搭。味道很配耶。最重要是因为豆腐啊，圆圆的豆条，当归啊亮一饼，它其实颗粒咬起来是有嚼劲的。它们混合在嘴巴里的时候，你先咬到那个橘子皮、橘子那个果实，然后配上那个豆香，干饼剪干饼头，，香港啲甜解，鹹又甜甜。主要有粒干饼。哦，工程出的干饼，你係根本你唔係要粒干饼干皮吼，那下好食嘅豆腐吼，就冇粒米食。哎，你演技哦带了暗喉的食材，做唔得打爽，跟撒下来，还呛都煮出，做料理。老师搞旅哈，好冇？哎，呛都系陈胜宇主厨，好冇？欢迎陈胜宇主厨。好，岳元姐帅哥师傅，好，你好，那边他讲你呐？永林，琼林呀，哦，琼林在新竹县。主厨很重要呢，你对西餐是比较熟悉一点的。对我对西餐比较熟悉。那挨好奇的讲，这西餐里边都较少用豆腐入出来，错冇？错。一般拢用个马铃薯啊，哦，唔记得要做乜嘅？西班牙豆腐烘蛋。西班牙豆腐烘蛋。西班牙烘蛋。喺撈月圓姐豆腐那裏用，撈個馬鈴薯那貼。哦，因为西班牙烘蛋里边都最主要的迄食材係马铃薯嘛，哦，你那用马铃薯拿鐵，用這個豆腐就當好奇的吼，用冇重用嘅方式嚟煮一下。哦，前面有咧夠了解。兩道菜哈出很多，我們的豆腐西施碰上我們的盛宇師傅，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？你能做黑嗎？該西班牙豆腐烘蛋，給我來看一下。哎呀，盛宇師傅啊，你來做迄西班牙烘蛋，錯冇？豆腐烘蛋，準備乜嘅？準備一定要豆腐嘛，哈。月圓姐那裏嘅豆腐。月圓姐的豆腐啊。老少通吃，0到100歲通通可以吃。真的。剛開始先切嚟來啊。先切咧，好，豆腐拿出來。哦。你來開火咧嘛？開火咧。開火咧。火咧。師傅唔學料理結構嘅。你講下上一下。哦，上一下。口感要做動面啊，快速一兩上洗爽的出。係啊，資歷顯，佢係外表是豆腐，是口味料理，做嘅性清口，外表看起來是後生。真嘅呢，吼。它這個是小而美。你還蠻會當嘅，你做料理結構嘅。19年哦。豆腐料下是炸落去係冇？電機後燒掉嚇，要猛凍燒。師傅，那油溫差唔多要幾高？差唔多180。180哈，那好，你還備料嘛？哈，備料，蒜頭要撈去切片，洋蔥，切片，蔥頭，哦，謝謝我的客語老師。我咁樣講，蔥頭，對了，蔥頭超亂，懂後生。因為你剛剛不是說他很可愛什麼的，你要幫他取名字嗎？對啊。感覺人家在講寵物了嗎？不是啦，我想講吼，你個後生囡啊做料理冇簡單。係啊。係呢，所以我是上頻法，不過你個觀眾朋友記得你個師傅。用乜個方法記得嚟出的肉好食的菜？我決定叫他小宇宙。哎呦，小宇宙啊！那我們月圓姐嘞？豆腐西施。哎呀，還不用質疑。你看看呐。對。那擺哈，你老闆說我豆腐西施羅月圓來了。哎呦，感謝。是不是？感謝您的抬愛。嫦娥的衣服。不用。好，剛切的係黃椒、甜椒，還有蔥條。你係乜嘅？節瓜。哦，
节瓜，有啲人佢唔知吼，講你係小黃瓜啦，有啲人去市場唔知吼，節瓜。所以节瓜加黄椒，嘿要配牛番茄，嗯，红黄绿白黑，每天都要一点点，酸甜苦辣咸，刚刚有吃过了，每天也要来上一碗。你出用面成香香，嘿，哦打用就会吃，原来啊配一个紫色的，你看，你也家庭主妇啊，跟我你讲，你皮麻色咩皮麻色，我哋人讲红黄绿白黑全部有色的，又紫色又红色又红黄绿酱啦。佢最終嘅亂嗌農作物嘅事情哦。伊亂人來打七隻個咧。哦，切雜切這個哦，這樣來，切，哦哟，嘟嘟呵，八隻。白雜，好，你哪一張酸的，那一酸的，你下嚟講，一四好嘅人，好嚟，靠邊，吸完，碗背哦，嘿，大腿嚟，哦，檢查一下，不用呀，嗯檢查冇問題，嘿，做嘛？嘿，倒過來，哦，咁樣一樣一隻來，啊，你唔可以打手，唔可以浪費，誒，你係乜嘅？貼片改項目哦，西班牙料理一定要有這一味。哦，我批到誒，你譬如說，誒，你是吃沙拉的時間，有得個咖喱，韓國是個披薩，嘿，無感啦，係烏橄欖，烏橄欖，係烏橄欖。好，你有橄欖係你有槍嘅，好槍嘅，那強幹啊啦，槍橄欖。兩種用來冇共用。係啊，槍嘅好酸啊，母嘅好食。哦，強嘅較酸，唔會較澀。好，我哋切雜亂好咧。來，做穩看，謝謝月圓姐。呢個又冇亂哦，泡，冇亂又泡，係要計排鐵嘅，真勁呢。安全。嘿。誒，師傅，今日你下愛打亂係冇？對，好，對。來煮食。好，哇！但是呢，家嗰邊係精彩哦，家嗰邊叫哦，要個別嘅料。哦，對不起啊，英英，你那邊怎麼樣？英英？非常的好，最雙改好。貼片改豆腐炸到凍。哦，小偉，係啊。打豆腐嘅香味吼，皮公仔已經轉嚟。我月圓姐已經過來啊。係啊，過來。哎呦，看越豆腐。好，跟啦，你下那個一包呢，就去油，把那個蒜頭炸香。先別香哈。好。那豆腐撈伊炸到稍微金黃的哦，味。金黃色。按摩調素啊。冇調素。你下不用容易還有乜嘅？洋蔥。好，洋蔥香用哈，一定要經過爆炒之後，它的甜味才會出來哈。哎，你啊，所以其實捱到都係苦力母娘。哎呦，我買甜蛋哦。甜蛋。佢講係甜蛋嗎？哦，沒有咧，你還買個 cheese？帕瑪森哦，帕瑪森 cheese。哦。好，你啊，弄加你切好嘅料，包括黃椒，還有節瓜，丟落去炒，還有加雕菜葉。哦，好。你看呢，很好哦，泰嘎鹿茸大廚天數哈。師傅，你豆腐啱好嗎？好嘞，好嘞，好。每炸中拆豆腐嚟炸到差唔多金黃色哈，唔係煮豆腐，古時候講唔好調硬，係冇？係。誒，你下爆梅張冰，你加嘅牛番茄，我意思動動色彩啊。係色款越當講吼，面筋嘅問哦。譬如講，你下款後生人愛做菜啊，你自家用你自家嘅食材，還蠻看到成品。不過你過上禮拜度咧，你吃到佢，你係後生人要買。這倆廚藝比較有創意，年輕人倆對於外來的飲食啊，西班牙料理、意大利料理、西式料理，接受度都很高。所以所有的材料只要加了蛋、加了 cheese， 是要接受度挺好。剛剛師傅有加調味、鹽巴、撈胡椒啊，還有軟地板愛嘛有薑撈胡椒，你啊行愛會擦掉帕瑪森cheese。帕瑪森 cheese。師傅愛啲咧，見你買片咧，後要該拆好該細，該種該做得冇？該種嘛做得，不過偏差的好香。哦，要貼片該香味。好，香用冰落去，地位度這個把它拌勻，知道嗎？香哦，香哦，你皮有點冰就皮到誒。好，你一炒香以後，先關火。好。你話炸豆腐。好嘞。哦，就這樣哦。豆腐來了，哈哈。起得好厲害哦。重點就是。
是？哎还有对啊，对食材的坚持就是这样。好是。好些，好，来，你还冰落去迄要毛？调浮冰了，要在意地板，在意地。哎，这田里的牛肉加上鸡舍里的蛋白质，真的加分又加分。蔬果又这么高档，所以呢，好好的蔬菜料，对，全部都是蔬食冰料。落地白肚哈地板。其实用有点晕通哎，吃到健身的人吃这道也很棒哦。它会长，对，因为有很多蛋白质，因为又软又调和蔬菜又很多这样。哎，按你小冰落去，你乱不熟嘛？我有会说哦。好来，这样子拌匀之后，撒下来呢？撒下来，然后是来烘蛋哎，给烘蛋有嘛底靠嘞？技巧，先开火啦。错了，开火。师傅，你烘蛋嘅油咁多油哦多，因為你一軟啊，因為食油啊，軟咪食油，所以你啲油一定要辣。油係唔辣嘅話，你一鑊佢係一下用不粘鍋好煎，不過不好用個鐵鑊佢啊，油係唔辣嘅話，一下佢就會全部辣會釀過大嘅。會釀到。好來啦，冰下去咯。哦，會冰咯。你一按大鑊，佢會搬上排來下來。哦，吃的冰啦，哈，吃的冰。因為啊，伊唔知嘛，因為啊，西班牙烘蛋，你以前啊，啲西班牙嗰隻地方，早期都一样，就是物资没有那么的丰富。有常是像以前嘛，生米呀，底部都要不用嘛，不用番薯，生番麦不用番薯。他们这个国民料理，除了讲烘蛋里面加马铃薯啊，加很多的料，有饱足感。哎，给米师傅哦，用镊眼节、豆腐，哎，做出蛋白质对不一样的西班牙烘蛋，我很期待哦。師傅從奶來啊，啲後是蝦กุ้係講用蝦กุ้落去，你係梅頭會冇強用咯。喂，多了一個海鮮味道，就比較鮮甜。鮮甜，營養滿滿。你添以來哈，哦，營養滿滿，哦，甜過嘞。我因為想到月圓節的豆腐跑到西班牙去。真的，真的哈嘿呀，像師傅還每號一般媽媽來講，某做過兩道菜，我們要一直觀察，這個西班牙烘蛋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好呢？讓它表面啊，哈，嘿，摸不有點焦黃，已經有點焦，外圍兩邊啲擦呀，底部嫩嫩的，哦，底部嫩嫩，嫩嫩的，本身係用烤箱嚟把佢會膨脹，佢會膨咗，你要建議用煎的，然後掀蓋了，會當不會又熟，所以用上面用蒸汽的方式，燜的方式讓它當不會要熟化。安尼好嘅哈，好嘅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其實係比到東向。其實呀，小雨師傅做的一個菜呀，食材本身全部蔬菜，是，所以蔬菜其實它都是可以生吃的。哇，當場嘅披薩，東昌披薩，安尼好嘅哈，行我加乜雞？你要加下哦，起司，然後擦掉當不會。哦，菜這起司，好上面最好，開起來就當好，看一天當好，實在嘛。你給出夾夾來試一下。謝謝。當西施豆腐西施遇上我們的小雨師傅，兩道菜叫做西班牙豆腐烘蛋來。試一下。有蛋香跟融入了那个豆香，让这个西班牙烘蛋的层次不一样，又有酸呢，又有甜呢，太丰富了。好好吃哦！哇，今日來食看啦，哦，我食過西班牙烘蛋吼，我冇食過豆腐烘蛋，來試一下。
豆腐哦，融合在蛋底白肚，那吃起来有蛋香跟融入了那个豆香，让这个西班牙烘蛋的层次不一样。再加上按多的青菜、蔬食的底白肚，又酸的又甜的，太丰富了。冇錯，香港我食到你係小雨師傅煮嘅你係卵啊嗬，你係鵝背擦擦，所以食起來係有點脆脆嘅，你係口感，最近凍冇強用。真緊哈，係。外酥内嫩，外酥内嫩哈，外酥内嫩，业绩。嫩的是姐姐的豆腐。哎呦，老皮嫩肉啦，用講咯，小鮮肉老皮，所以配得剛剛好。后来跟俺叫做沈蒙小雨师傅了，沈蒙你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什么？哎，那豆腐其实年纪啊，给你煮暗都好食的了，又不能煮出哦，煮暗好食的西班牙红蛋，真嘅沈蒙你呢哈？係啊，沈蒙你，給我等下，我按掉啦，我有問題。冇問題啦。哎呦，好嘅食材，還有問題按門好耐啊。OK 呐，按很難得搶到機來哈。因為嗬，我想到哦，今日當到你嘅食材啊，嗬，某幾天我做到全部熟，半熟也當好食。所以呢，我想去問啊，你係肉嘅食材做半熟就當好食，不過肉嘅呢，我做全部熟，對你嘅身體就唔會造成負擔，又係傷害。我想去問你嘅特點啊，嗬，就係你係黃豆類嘅食材，係唔係做得做半熟就做得食咧呢？哦，年紀。你問嘅兩問題十分啱好，因為豆腐係冇煮滾、冇煮熟，你食到是肚食會痛。哦，基礎會把那個妨礙消化。古時候你是我不食豆漿，給時間轉來會拉肚子呀，肚食中不舒服，就表示人家嘅豆奶冇煮滾，所以你轉來不卡一天去煮滾過，所以要到下爐渣時常買轉來嘅豆奶。滾過其實會降低冇煮滾，殺菌一定要煮滾，對於腸胃方面還唔會肚食痛，讓你分享。什麼長知識。正經的表演不卡帶好食的食材啦，又教我們這麼好的知識，哎，一天要12轉一本年，好冇？來，加油好食，高加來吼，高加來一天要12啊，按薯邊來，薯邊有。還有3個。哎呦，我都想愛的。對嗎？你選嘛啥哎？那就第一個，對，哲偉哥哥的，來了，自家看好哎，1、2、3，恭喜你來送你嘿，意大利原裝進口特級橄欖油。好，沈夢怡啊，年紀真係沈夢怡哦，啊記得咯，豆腐起司，啊他加高加來哈。各位觀眾朋友啊，歡迎大家高加來主持，到咗禮拜一到禮拜五下晝3點到4點，一天要看17台客家電視台，家家有好食，歡迎大家來主持，再會啦。